啊，我读拄仔咧看吼，我感觉用华语安尼念较顺的是安怎？这部小说应该是伫咧1980年代以后，伊个重新整理。伊当阵伊整理的时阵，就是用花文写的。哦，这种矛盾的。细汉有学过数学，就是学汉学。哦，啊，怪就入去公学校读册，学的是日语。哦，啊，怪国民政府来，啊，去做助教的时阵，迄当阵伊的口语，就是台语、日语，完全无中文。等甲伊去用思想控制、政治翻译，关出来了，头壳足侪物件想要写，伊只有去学华文，伫迄个环境内底，慢慢啊，甲伊的中文连起来，啊，用中文去写作，足辛苦。那一个作家应该无得受任何题材的控制，也是压迫。我叫你写啥，你可能写啥，迄个起笑，伫即部分，伊就一边学习，到尾佫教册，一边写物件。伫即部分做足大的努力，伊坚持文学爱为土地生出来，即个物件拢伫咧伊的作品内底，你看会到。哦，你倒位的人，环境是啥物？蔡奇亚咧讲啥？伊伫文学内底足侪地方。所以台湾文学即个物件伫伊的作品内底一直有，一直到后壁，伊写台湾文学史观，甲规个奠定伊的地位。